俺们那因为准备拉萨鸡，啥老农就准备拉萨鸡，顶着上过这些骑马家，当过这些的来些，还叫这些嘞。俺的可有当的所谓人，中间怎么所谓来了尊，路到那个村当我鸡，身边去说养那个来没，身边去说养那个来没。小帮我是俺这俺做的，广州70年俺做的，中民南京对外天幕讲，今年俺这世界71，啦，我这看到呢，世界71我就，你看那做跟着修，俺当初来是中间听了呢，你们进来，给你可真是听过的啦，看那就说那的，你们进了么这你给老子几个往这几个的。街上去那是送的，今年俺做确定是为谁去买的呗啦？谁去英国穷？谁去全部英国穷？我呀，当年人家俩得看大姐天个去，杨大的，俺就组长了，过样的皮个大啦，大家两个这个亲那么些，哎呀，那么个是不冲啥冲也，看那天色蓝个，根就拿了皮些。呀，对，下的，有的，这是的，你跟的这个都对不着吧？我这那呢，他妈一住大个有大了，俺们这，俺这在了电视剧上面说的，我这一个别的巴黎书就让的下，这大个什么？不对，阿姐。垃圾呢？垃圾早就出发了。出发了？哦，垃圾被拉走了。你怎么了？那个阿佳，你刚才看到一个黄信峰没有？黄信峰啊？黄信峰怎么了？阿佳，你说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呀？前些日子，我从那个工地脚架上掉下来。断了一根肋骨，整整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呀。这伤一好，我出去拼命的干活，就是我又挣了不少钱。前天早上，对，您不是问我吗？对，我母亲病了，对，寄钱去了。我马上把钱寄过去了。就是呀。今天怎么了？又来电话了，说病情加重，你赶紧回来。哎呦，阿佳啊，我仅有的3000块钱，我留着是用来路费的呀。我不小心给丢了。哎呦，丢了！你说我怎么回去啊？哎呀，这个这钱，妈妈，哎呦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了？那怎？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吗？谁打的？先不哭啊，先不哭，先起来，你妈妈没有事的啊，先起来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那你家里好好找了吗？我找了。那个被子呀、枕头呀，你都找了吗？我全找了。哎呀，那个床底下呀，那些。床底下也找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，对了，你赶紧去问一下房东，问一下邻居，快去！哎，我在这边帮你找，不着急啊。帮我找一下啊！我不着急啊。谢谢阿佳，谢谢。我不着急。好，知道。徐大大，你这样子面都给拉。他肯定前面的啊，他肯定在前面的。阿佳你们啦？喽。小瓜地里。小瓜地里。他唱啥都干了。街上他那样男的是唱乐的。阿佳你们啦？喽。这老小把这你鱼。第今天是掐着做漂亮了。自己掏钱了，就这些了，打把这些。这要是你们啦，你没送的。今天是吃了，刚才看过的，俺做弱冠的用户民都，他听俺是300块。打个喝点酒吧，掏钱了。我这阿你们啦。喽。今天交易新个月了。交易了。交易他他妈的新个月。过去俺交易新装过。交易知道了。我只学啊。他的交过来了。你没这8个月呢。看把你交学啥去？看的了，没这8个月的是了。我就叫这些了。我那样看过8个月时间的姑娘月没说，没这8个月的是来姑娘买的。是的。这下俺这2次重庆了，没这门过了吧？俺那小些都几个，俺那司机就看过习不启动啊？是。现在你看吧，人家交鼻呢，俺司机就怕做交鼻呢，对不起用过的身份。嘞，但你好告诉。
今天看上第一名了呀，一车电话啥？哇塞，俺家你们啦，俺家你们啦，竟然听个懂，这听了那个。他这么先个请打了，一车，请打这个电话，先把俺这个字的。139。139。0890。0890。这些停住。这些很烂。啊，慢点。110。110。我只看到110的几个国家的。俺没讲给俺呀，叫110啥子的？哎呀，我那看他能行定的，没了3多大年定的样，我那牛的。还得贴要俺的。本来俺家下面的叫这些来看啦。你也没看上啊？那是跑过社会里啊，光么说么叫现代批评吧？一把。他没头里面，谁说呢？没俺们龙酒的呢？我都有名的意思。哎呀。那光么东家送加个哪种啊？哎呀。我那俺的3或者么久。你的呢？东家送叫这些啦，俺的名字得加个听不听的里面面大。知道吗？那咱你们啦。什么上过啥？节目他学的下。第一名啦，什么上过爬钱呐？瞧啊，上过宿舍出课现在，我那里晓得。在那俺家下面的是的。你要从就对听这里，怕我们这个当不赢呢，说我们就让你儿子，要怕就当不了吧？就家让你儿子了。这上叫这些了。啊，咱你们啦，今天我那几步多了，几步用啊。几步一叫这些了，几步一。就这都吃吧。我呢，没是讲到俺的姐姐面的去赢得嘞。几步一生不低的，我那几步赢的。他把这多个人的么就那几下赢。推，到6啥了，把这过么送到过去。我这。今天就下来，今天你没敢给我老叫我了，这他通缉上么大个都是。掏起，一年做这些了。là 这些最体验民多啊。把介绍的用你说呢，刚个碟都用不到啊。对的。多大的？俺让就长啷个铺一个电影，有的路段去买呗。老王。阿伯做年多的。老王。老王。你要看嘞，今晚你来下载敏感电影。他读个是通送啊。他看这多样。他大夏天的嘛，养了通叫我现在用的。哪里去这边呢？我妈妈住院了，寄钱去噻。轻松啊。他等给的那样，我才用的。看这多。我忙个这个拿了过。我们东站送去伢不着。如果谁不进那路有在年头的扎动啊，打的拉下死，在垃圾桶那都给大家用打死的。广东东的拉下死。这大个那不没好的活的是多，你看这个来。大家你们啦。喽。第一名啦，因为你咋没都有孙子。这咱个大个让的孙子让的。交来了。他看着前面多少地不的。人家东安我那块的啦。等，这你们啦，俺中的。俺从听过。来是。俺的掏钱了。看着来是了。写吧。来是。俺掏钱喽。看见谁打？没事你的，怕姐姐用你装了，刚个碟都用不动啊。当到这里路段的谁打？伢了给我瞧过几个，阿妈是我上，俺我呢，生不定的人的接触，打个热不？哈喽，儿子，可是没让我这个没你病呢，家那肯定是罗作用的啊。几节、2节、3节、4节、5节、6节、7节、8节、9节、10呀，东着记，得有大让了，呀的，得东着你拉送啊，他提到龙啊的，老三鸟不这个不过读了是女，大的，他老人那俺来去我养过书人，大的他读技术，儿子，看见谁的？俺那光么东家记个80年个人看了多少个人，等个这边了。看得见那大嘛说，阿七，1节、2节、3节、4节、5节，当然了，俺在出边吹的，算了不东西。呀，打让东家记打俺这节，俺让东家记打俺这，
呀的，呀这里都他就是完了。呀，然后呢？找着了。找着了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找着了，我可以回家了。清洁工万岁！阿佳，阿佳，谢谢你啊！找着了。阿姐，到底，阿姐，他考不中，现在没了。阿姐，我丢的是3000块钱，这怎么1500呢？阿佳。哦。我丢的是3000块钱，这怎么1500呢？就是嘛。还有1500呢。阿姐，就是嘛，你1500嘛，我1500嘛。不会吧？你怎么不？就是嘛。我是3000块，我怎么这1500？就是3000块嘛。这回扣也吃的太狠了吧？阿佳啊，我挣这么点钱不容易呀。就是嘛。啊，你1500，我1500，我也不容易嘛。那不对的，那是我的钱。怎么是你的？这就对了嘛，这一半一半嘛，你一半我一半，对了嘛？不对，你1500你还给我吧，我回去不了。1500还给你，我怎么办嘛？我怎么办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那1500是我的呀。怎么可能呢？那是我的呀。你1500，我1500，对了嘛？一半一半嘛，我说了嘛，一半一半了嘛。你全部给你，我怎么办嘛？不说了，算我倒霉。倒霉站住！你别生气啊。这个阿夏，你把这个放下来。这样，算了，您拿着啊。谢谢。倒霉我那哪里？呀，全部拿去。谢谢啊。来，阿佳，谢谢。找着了。老王了。我找着了。阿佳帮我找的，找着了。阿佳你们了，老王问你句没？对。应该的。这是我的钱。这不是你的钱。是我的。不是你的钱。是阿佳帮我找着的。哎呀，这是阿佳的钱。就这些了。这是我的钱。行了，来，你的钱在这儿。阿姐，就这些了，还是送我要。这不是我的钱。这是大哥的钱。对啊。这是你的钱。对，这是我的钱。不对，这是阿佳的钱，这是你的钱。呀子，这是大哥的钱，这是你的钱。这是你的钱。不是的，这是阿佳的钱，这是你的。这是你，这是他的钱。到底哪个是我的嘛？看你们，行了，来，过来，这是你的钱，回去好好的过年啊。这是我的。孝敬你的母亲，走吧。这是我，这不是我的。你这别啰嗦，走。娘啊是那上去。既然是的，既然叔叔说干的，下钱不去爬钱，米了点饼那插下用不个啦。插下用意，插下用意。就这些来讲是的，我还没几个人把这都拿他了没有？难道因为瞧不起个爹呀？阿妈教我的，我那生不定的年纪的。三中哎，很叫做三中哎啦，是的，可有长个哪年纪个？到去拉前面呢，看个哪大就就是的啦。可难做，地名了考试来了，地名了瞧就个384。就这些了。那，看
天然公园的，你不应该骂着吧？阿家你们啦，天上当俺钱呢，俺看着钱的得吃个嘛呗啦。大个的，别人俺那吃下边呢，来啥糖果用的，溜了看规模都看天子面，人大的他溜300干了，两个人就打多钱的3股就这个月，你们几股？你股，两个全的人民都，你们几个，下午天你俺们那几个，不，很多两个人俺们就爱送给，俺们啦，让我们就学，俺们啦俺人姐妹着，不，你哪里用个？两个这都没得的钱有送给，俺们啦俺用过一学，俺们啦拿了钱皮，皮个住的，天家也大，下午去俺们都天天民都，各地的，俺们那个铺牙罗皮，比如俺看死过的，让民全部顶得起，每次顶得3年100啊，这是让我那2年呢，你公司怕笑死的，你叫牙就是钱皮，叫公司拿了。人大的家啦牙姐呀，马宝呀，你的家干着呀，你顶着姐姐，到处去，你们去叫个，当然顶着马姐，俺能新鲜，批发不足，家啦年干的天，苹果都能种，苹果都年做，出家干小，马上年当过事。我呢，俺顶着姐，弄的就是，俺性别不济，不到别的老师，我呢，俺抢救谁不出去。阿家，我找着了，我找着了，找找到着什么了？找到我的钱了。钱？对，我上次把它塞在鞋子里，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了，没丢。阿家，就是嘛，我说了嘛，你好好找嘛。扎西大哥，谢谢，这是您的钱。阿家，谢谢。阿七，老王了，不用谢了，不用谢，我们应该谢你们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现在我们的拉萨建设的漂漂亮亮的，楼房修得漂漂亮亮的，你看马路修的漂漂亮亮的，三环路修得漂漂亮亮的，你看拉萨的公园修的漂漂亮亮的，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。扎西大哥，大姐，让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心，共建美丽的新西藏，让天下所有的好心人平安吉祥，扎西德勒。